歡迎又翻到嚟講古仔嘅時間，我係 Cheryl 啊。講到全個地球最危險嘅職業咧，開頭嘅時候我會覺得係一啲警察啊，或者係一啲保鏢啊、保安啊呢啲比較接觸到高危嘅一啲高風險嘅職業啦。但後尾我諗下，其實呢2年傾得最紅嘅應該係各國嘅領導人，尤其係首當其衝嘅住過喺青瓦台嘅韓國總統啦。點解咁講呢？其實話說咧，我喺半年前咧，亦都係去過呢個青瓦台嗰度咧睇過㗎。望住咧嗰啲屋咧，睇上去都非常之有歷史感。無論咧你就任嘅時候有幾咁風光啦，在職嘅時候做過幾大政績啦，總之咧喺青瓦台出嚟咧，就算咧你唔係喺任內俾人拉落馬啦，亦都有可能咧係喺咧呢個卸任之後咧俾人追究㗎喎。今次我哋講下嘅就係呢一個青瓦台嘅詛咒，我哋一齊睇下。一提到最近嘅青瓦台詛咒，我諗大家都知道㗎啦，一定係25年嘅呢個最大嘅新聞啦。4月份嘅時候咧，韓國嘅法院咧就一錘定音啦，裁定尹錫悅彈劾罪咧成立，即時咧係罷免總統嘅職務㗎。呢一位前總統嘅下場咧真係慘過做戲㗎。2024年嘅12月啦，大家都記得啦，喺12月嘅時候咧正值呢個隆冬啦，然之後突然間就話要戒嚴啦。喺戒嚴嘅時候咧，簡直咧成個韓國咧一下子墮入咗冰點啊，引發咗朝野嘅大亂啦。11日之後咧，尹錫悅就被國會咧彈劾要停職。今年嘅1月份咧，仲因為咧涉嫌呢個內亂罪咧被呢個拘捕噶，成為咗韓國憲政史上咧首位在任時咧被拘留嘅總統。雖然咧喺52日之後咧就獲釋啦，但當時咧尹錫悅嘅成個頭髮咧變成咗灰白色啦，佢夫人咧亦都好似一夜之間咧憔悴咗好多咁樣嘅，最後咧都逃唔過呢個罷免嘅命運嘅。而家仲要咧係已經大家都知道啦，佢嘅下場係點啦，所以咧真係咧可以感嘆一句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啦。可能有人會話咧，一切都係因為尹錫悅自己攞嚟搞嘅。如果佢唔搞呢個所謂嘅一時間要戒嚴嘅話咧，佢可能唔會自己攞嚟衰啦。但係事實上你睇一睇青瓦台詛咒啊，呢個咧真係一講咧，大家應該會嚇一跳噶。呢一個青瓦台嘅詛咒咧，從來都冇失手㗎。首任嘅呢個韓國總統李承晚啦，喺執政咗12年之後咧，被檢控話佢選舉舞弊啊，然之後咧做呢個大規模嘅示威啦，逼宮下台，流亡美國夏威夷，最終嚇死異鄉。朴正熙執政咗18年，帶動成個韓國經濟起飛。結果1979年咧，就喺宴會上面俾自己當年嘅呢個中央情報部嘅部長啦金在圭咧當場射殺，成為咧呢一個咧政治嘅慘劇。當然仲有最慘噶啦，大家都知道啦。盧武鉉咧作為一個非常之清廉啦，亦都係咧名聲非常好嘅呢個總統啦。結果咧本來應該安享晚年嘅佢咧，喺佢哋嘅卸任之後咧，俾人揭發話佢有呢個貪污嘅嫌疑啦。不堪呢個輿論壓力嘅佢咧，最後選擇嘅係跳落懸崖自盡啦。而大家熟悉嘅韓國首位女總統朴槿惠咧，亦即係朴正熙個女啊，佢因為咧親信嘅干政案咧，都係咧最終被判咗22年嘅監禁。如果冇特赦嘅話咧，要直到佢87歲先至有可能出獄啊。除咗下場嘅慘死或者係自殺呢啲比較慘嘅結局咧，更多嘅總統咧係喺入獄套餐入邊咧彈出彈入啊！因為咧全斗煥同埋盧泰愚咧聯手發動咗軍事政變，先後咧當上咗總統，卸任之後咧就因為叛亂罪同埋貪污罪俾人起訴。大家都知啦，全斗煥咧係被判咗死刑嘅，而盧泰愚咧判咗22年6個月啦。雖然後嚟被特赦啦，但晚年咧係病痛纏身嘅，相繼離世。而李明博咧喺執政時候咧真係風光無限嘅，卸任之後咧被控盜用350億嘅韓元啦，一審就判咗15年嘅監禁，最終咧佢而家都係喺監獄入邊咧享受緊佢嘅個人時光。如果你話呢個青瓦台嘅詛咒咧，只係針對於總統本人，咁你又大錯特錯，因為佢哋嘅家人咧，亦都係俾人禍及咗㗎。呢個罪真係可以禍及3代嘅，因為咧金永三咧佢個仔咧就因為咧受賄咧已經係判咗入獄3年㗎啦。大家熟知嘅金大中更加慘啊，佢3個仔全部咧都話咧係貪污入獄、受賄罪成。堂堂嘅總統咧要5次向公眾道歉，成為咗金大中晚年最大嘅污點啊！就連尹錫悅嘅前任啦，大家都熟知嘅文在寅啦，其實咧佢咧亦都係咧喺卸任之後咧，佢個女咧被控受賄啊，然之後咧查咗佢嘅呢個女嘅住所啦，仲將咧文在寅咧列為呢個受賄嘅嫌疑人啦，隨時都有可能中招噶。
肯定會有人話，係咪因為青瓦台真係風水唔好呢？事實上相反嘅，青瓦台咧喺歷史上咧係因為風水太好，龍脈嘅所在地先會俾人咧認為係皇家必須要有嘅地方。但係點解總統成為總統之後會變成咁呢？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韓國嘅黨派真係太多啦，所有嘅黨派咧喺在任嘅時候咧一定會打壓另外一個黨派。咁如果你一個唔好彩，下一任咧係另外一個黨派嘅咧，佢一定會清算呢個前朝嘅一切罪惡嘅。咁當然首當其衝嘅話咧，就一定係前朝嘅呢一位總統啦。所以咧翻舊賬嘅機會咧係超多嘅。第二咧就係大家都熟知噶啦，韓國咧係一個財閥當道嘅一個社會啦。一旦咧上台之後咧，財閥咧當然係會因為有錢，然之後送錢俾總統咧，而造成嗰個貪污嘅現象。佢哋自己都默認嘅，咁所以咧呢個現象就會非常之多。就算唔係總統本人咧直接受賄，佢嘅屋企人、佢嘅幕僚咧都有機會因為受賄咧而牽連到總統本人嘅。第三咧，韓國總統嘅任期只有5年，係唔可以連任嘅，所以咧好多總統咧一上任即刻咧就要急於成事，所以好容易出錯。新總統同舊總統如果唔同陣營嘅時候咧，清算佢落嚟咧毫無顧忌，所以咧就會對上一任嘅總統咧特別嚴格。最後啦就係韓國嘅民眾啦，佢哋咧對於政治人物嘅道德要求咧非常之高噶，一旦有瑕疵咧就會群起而攻之。而最諷刺嘅係咧，尹錫悅喺年輕嘅時候咧係首爾大嘅學生，曾經喺模擬嘅法庭上邊啦，以軍事嘅叛亂罪咧判過全斗煥無期徒刑。點估到咧幾十年之後，自己都因為涉嫌呢個內亂罪咧而面臨審判嘅。而家韓國準備改法律噶啦，唔允許特赦呢個犯內亂罪嘅人，所以尹錫悅咧今次應該真係要喺監獄度過漫長歲月啦。青瓦台嘅詛咒咧，真係咧纏繞咗韓國幾十年噶。唔知大家有冇去過韓國呢？去過韓國嘅朋友啫，有冇去睇過青瓦台呢？你覺得真係風水嘅問題啊，定係只係總統個人嘅問題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討論嘅。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